問下你識唔識任何香港本地嘅偶像男團或者女團呢？ Lolly Talk、Mirror、Era、Mirror 咯 Mirror 啦 ，Cola 咯。 Mirror 就 Era 嗰啲。呢啲偶像團體出道嘅方式，你哋認為有啲乜嘢呢？通常係電視嘅選秀節目，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咯，應該。好時都係選秀嗰啲出嚟。近年有好多偶像團體以選秀嘅形式出道，大家又識唔識一啲以其他形式出道嘅偶像團體呢？大家好，我哋係 IDG Bubbles。IDG Bubbles 係2025年9月出道嘅女團，成員一共有7個人，係香港 Sony Music 偶像女生企劃推出嘅第一個組合。呢一日，佢哋嚟到香港中文大學表演，吸引大批粉絲支持。Hello， 大家好，我係夢瑤。出道前密鑼緊鼓嘅訓練，即使大部分成員都有跳舞底，佢哋仍然話身心俱疲。因為我哋5月準備一個記者嘅發佈會啦，嗰陣咧咁啱係撞正我哋大學 exam 個 period 嘅，咁我嗰陣咧就要邊溫書邊上堂，再加夜晚去練習咯。我係連喺通勤時間咧都係會瞓着咯，即係可能睇下電話，但係就唔覺意瞓着咗，因為太攰，都好大壓力。咁大壓力咧就會好想喊，翻到屋企覺得好 depressed 就會喊咯。我哋嗰陣時係平均一個星期有3-4日嘅夜晚7至11點嘅，有陣時可能準備啲大啲嘅 show 就會排得更加晏啦，可能排到凌晨都有嘅有陣時。跟住我哋嗰陣時係會上儀態唱歌堂啦，然後體能啦，一路跑圈一路唱歌，一路做體能一路唱歌咁樣啦，然後仲會上 Windy 老師佢自己嘅堂，即係佢教啲 step，然之後好快速要記啲 step 啦，然後探討。做偶像要周身刀，女團總策劃人覺得藝人出道前嘅培訓係好重要。佢又話公司揀人嗰陣唔單止着重跳舞、唱歌，透過佢嘅唱歌、跳舞，你會睇個人嘅特質，佢嘅能力係可唔可以培訓到？有啲人培訓唔到嘅，但係佢包含嘅嘢唔係淨係唱歌嘅。我哋要睇佢成個人究竟得唔得人中意啊！即係所謂嗰種觀眾緣，我講嘢好有感染力嘅，我好可以令到人注意到我嘅。其實嗰個都係佢嘅武功嚟嘅。另外最緊要就係要睇佢個人有冇呢個鬥志去揮霍歌手嘅一個較高嘅位置咯。出道之後 ，IDG Bubbles 開始有各式各樣嘅表演機會。台前佢哋係陽光少女偶像，幕後亦都有憂愁同埋煩惱。我出活動嘅時候，我好興奮啦。咁我休息緊嘅時候，我就諗：我今日休息，我係咪開心呢？我就諗唔到到底我開唔開心咯。即係唔知我到底係咪有真正休息到咯。未出道之前呢，就可以淨係 focus 喺自己啦。咁出咗道之後呢，就要諗點樣可以令更加多人中意我哋，即係我哋自己實力可以我哋自己去調整啦。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好多人中意我哋，好多人留意我哋呢？係我哋控制唔到嘅。首先香港呢個市場好細啦，跟住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係都好 critical 啦，係比較負面多過正面嘅。我哋之前有見過一啲可能話我哋鬥雞啊，係啦，沙華同埋哨牙，跟住我就會覺得我哋明明7個都有牙。所以我唔接受呢個評論，因為我哋7個係有箍牙，仲要有人箍咗2次。咁所以就算有時見到一啲負名嘅 comment，OK， 嚟，咁你要由頭名，唔係，有時見到啲負面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啲比較唔合理嘅 comment，我哋其實都
一笑而過，就當笑話咁睇咗啦。因為我都清楚自己係一個咩狀態，我都知道我哋有啲咩不足，我都好希望可以繼續改善。即係我覺得我哋呢一刻可能未係最好嘅時候，即係唔係最多人中意啊。咁樣之後一定會有其他機會，其他令到人哋見到你嘅機會。成名路上有太多未知數，佢哋拎青春作賭注，部分成員曾經都有猶豫。我覺得追夢路上最困難嗰一刻就係放棄我嘅全職工作。嗰陣時係喺一間投資銀行嗰度做咗可能3-4年咁上下，咁我始終有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啦，然後自己嘅職業前景都係好可觀，同埋我係見到個未來。咁但係我就當時都衡量咗好耐，係值唔值得為咗呢一個夢想去放棄我嘅前途呢？最後我都覺得我要放手一試，同埋屋企人都係好鼓勵我去試呢一個機會，因為佢哋覺得唔係個個都有呢個咁樣嘅機會，同埋係我試咗我唔會後悔，但係我唔試我就一定後悔咯。咁我自己都有擔心過，捨棄咗自己 full time 嘅工作去做呢一件事會唔會好冒險？但係因為我想做呢件事好耐，所以我都幾堅定做呢個選擇嘅。但係就即係同時就好顧慮咯，啲香港人會點樣睇呢一件事呢？即係可能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啊，20幾歲喺香港做女團呢個年紀好 make sense， 但係有啲人就話：哇，你20幾歲仲學人喺度着學衫咁樣跳舞咁樣，啲人就我點解要睇你啊？你要咁賭條命咯，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公司做你唔做你可以做佢，公司嘥嘅係時間、心機、金錢，但係個 artist 你敢唔敢賭條命落嚟？你敢唔敢賭你嘅青春落嚟？但係敢賭嘅意思係喺你嘅生活裏邊，究竟呢個工作你嘅 priority 係排第幾呢？ Sony Music 旗下嘅 IDG Bubbles 喺出道前後都有不同嘅演出機會，而同樣喺2025年，仲有一對男團唔係經電視台選秀而出道，佢哋就係由香港小型公司 K Sound Union 推出嘅組合。女團之後有新男團，佢哋秘密練兵咗年半，一出嚟咧唔係派一首歌咁簡單，佢話：我哋準備好啦，我哋成張專輯派俾你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A-List。呢6位00後成為練習生之後，訓練咗18個月，帶住5首歌，今年9月正式出道。香港樂壇近年比較少推出青春偶像男團，製作人話做過市場調查，認為市場對清爽男團有需求。A-List 成員有啲本身係 model， 有啲啱啱考完 DSE， 仲有啲就嚟大學畢業，大部分未受訓之前都係冇唱歌或者跳舞底子嘅素人，公司都好抌本去培育佢哋。所有嘢每個月都要5位數，訓練費好高，訓練費真係好高。drama 堂或者係vocal lesson， 跟住跳舞堂都用好多錢。我哋都係預6位，但係咧可能係6位嘅前端少少，但係件事去到而家呢個 stage 啦，係去到6位嘅尾咯。MV 製作上面啦，同埋歌曲製作都係會花多少少錢。其實都係我哋自己幾個㗎，我哋 total 係3到4個 partner， 都係大家一齊揾多啲 job 做咯。最重要啱啱初期啊嘛，咁初期冇錢我係明白嘅，即係大家都有 expect 嘅。咁可能希望3到5年內可以揾到，跟住可以繼續幫佢哋做唔同嘅音樂，或者係支持到佢行呢行咯。缺少選秀節目嘅曝光，又冇大型公司提供嘅知名度。A-List 暫時未有太多工作機會，收入唔穩定，部分成員甚至要額外返兼職賺錢，邊追夢邊維持生計。入咗呢間公司之後咧，開頭好驚同埋好迷茫，因為身邊見到好多人都開始返全職，同埋有穩定收入，所以嗰陣時係好驚，究竟我有冇揀錯決定啊？即係會唔會對我嚟講係放棄晒我以前所有嘢咁樣？直到去而家，我覺得出咗道，即係當見到自己首歌係擺咗上音樂平台，然後你見到 YouTube 有自己嘅樣咁樣，我覺得係好
值得紀念嘅一樣嘢，同埋一個里程碑，話俾我知我係冇做錯決定。我覺得萬事起頭難嘅，即係我哋係細公司出嚟，咁當然我哋資源係好有限啦。咁但係我諗反而係會形成一個對我哋自己嘅內在嘅壓力去 push 我哋做更加多。嗰個推動力係 push 我哋我哋要把握更加多唔同嘅機會，先至可以有多啲 noise，多啲人認識。對於嚟講係冇捷徑啦，我哋需要更加去專注於自己同埋專注於音樂，算係細水長流咁樣慢慢去 build up 成件事咯。聖徒路上會堅持幾耐？佢哋就話現時唔會有一個期限。我覺得與其話係一個期限，不如話係我哋幾個人追尋緊嘅一個里程碑。因為我自己覺得熱愛舞台呢一樣嘢本身係冇一個期限喺度。我哋嘅目標主要其實都係希望每一次嘅舞台都可以非常之好，可以俾更加多嘅人認識到我哋，帶出更加多嘅正面嘅能量、正面嘅影響俾到觀眾啦。其他觀眾聽到我哋嘅作品係可以有一種力量喺度。當真係做咗之後咧，我發現呢個圈子啦，即係要學嘅好多錯位，真係個世界真係好大咯。所以我希望可以喺呢個地方可以繼續一路好長久咁行落去，即係同佢哋一齊啦。咁對我嚟講，可能有一個都叫做宏大嘅短期目標啦。咁我希望當我同其他人介紹 A-List 呢個名嘅時候，佢哋會即刻知道，好似一隊本地男團喎。咁如果真係可以做呢個程度，其實我已經係好感恩、好開心，即係香港已經有唔少人識我哋咁樣。如果講期限就係，即係可能我去到60歲啊、50歲，即係可能啲支持者 fans 仲係想見到我嘅，咁我就會喺度。偶像未必係一個主流行業，咁啱啱成為偶像嘅佢哋，又會點樣睇呢一個身份呢？我自己覺得偶像呢個字真係代表要做一個榜樣俾人哋睇，因為我哋嘅粉絲年齡層係好廣嘅，咁有啲細過我哋、大過我哋，佢哋都會可能好 look up to 我哋所做嘅一言一行，所以其實我哋作為偶像係要好注重自己嘅形象同埋操行啦。我哋嘅存在同埋我哋嘅演出，最主要想帶出嘅嘢就係歡樂同埋開心嘅情緒俾大家。咁所以我哋嘅歌曲啦，我哋嘅妝造啦，我哋嘅名，甚至去到我哋個樣，我哋成個 package 其實就係為咗要帶到歡樂同埋開心嘅氛圍俾大家嘅。一開始真係冇話諗住做 artist， 因為自己本身追開星，本身應該係用一個觀眾去角度去睇佢哋演唱會啊，自己去睇佢哋嘅 fan meeting 咁樣。咁自己突然間做咗偶像呢一下，係會覺得呢樣嘢好似變咗係我嘅職責咁樣，即係反而係到我去做翻呢樣嘢去送俾我哋粉絲同埋中意我哋嘅人。呢件事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好偉大，係啊，即係可以去送到我哋嘅音樂啦，同埋我哋嘅舞台俾到大家。